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耶利米书42章18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差遣。耶利米先知虽然遇到了困境，他就对上帝颇有微词，他甚至抱怨上帝说：“上帝骗我。”但是他仍然重视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呼召，因为他明白他受上帝的差遣是不能推脱的。就如同在耶利米书20章他所说的：“你的能力比我大。”耶利米先知虽曾经表达不想再为上帝发言了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他又知道他自己不发言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呢，上帝的话语就在他的身体里面热烈的燃烧着。受差遣的先知耶利米根本是无法拒绝，所以他就继续的对以色列人民说起了上帝的训言。在耶利米书第42章18节到22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：从前我把我愤恨的烈怒倾倒在耶路撒冷人民的身上。如果你们到埃及去，我也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。你们将成为人家憎恨、惊骇、诅咒、辱骂的对象。你们绝不可能再看到这地方。”我继续说：“上主曾经吩咐你们这些残存在犹大的人，不要到埃及去。我现在警告你们，你们犯了致命的错误。你们求我替你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警告，并且答应要遵行他一切的命令。现在我把他的命令转告你们，你们却不肯听从上主我们的上帝要我转告你们每一句话。所以要记住，你们将在自己定义要去的地方遭遇到战争、饥荒或瘟疫而死。”我们从耶利米先知的工作来看，就能够明白，一位受差遣的主仆是需要非常忠心的服侍上帝，传递上帝的话语。相同的，在圣经当中，许多上帝差遣的仆人也都尽心尽力的为主发言，为主工作。这样的呼召，这样的使命，在新约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也是一样的。圣经这样的记载提到，耶稣差遣这12个人出去，吩咐他们不要到外邦的地方去，也不要进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。你们要到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，所到的地方要宣讲，天国快实现了。你们要医治病患，叫死人复活，洁净麻风病人，赶鬼。你们白白的得，也要白白的给。钱袋里不要带金银铜币，
出门不要带旅行袋或2件内衣，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，因为工人得到供应是应该的。你们到一个城市、市镇或是乡村的时候，先打听哪里有谁愿意接待你们，就住在他家里，直到你们离开那地方。你们进了一家，就说愿你们平安。如果这家的人欢迎你们，你们为他们求的平安就会临到这家。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，就收回你们的祝福。那不欢迎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家或是城，你们就离开那里，把脚上的尘土跺掉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遭受的惩罚，比那地方所受的还要轻呢。有许多人误解了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的意思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是有歧视的，我们说种族歧视。因为耶稣基督他这样说，不要到外邦去，不要进入撒玛利亚人的城市。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耶稣基督的话说，你们要到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。其实这个是跟施洗约翰所强调的悔改的福音是相同的。他们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先针对犹太人，也如同保罗的话说，他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”这是罗马书第1章16节所说的。这个经文不禁让我们去想起耶稣基督他的呼召，他又说：农作物很多，而工人很少，所以你们要恳求农场的主人多派工人去收割他们的农作物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2节。然后后面接续的经文就跟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10章16节到23节是相同的记载。经文说要留意，我派遣你们出去，正像把羊送到狼群中，你们要像蛇一样的机警，像鸽子一样的温驯。当心，有人要逮捕你们，带你们上法庭，在他们会堂里鞭打你们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你们将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的面前受审问，向他们和外邦人见证福音。你们被审问的时候，不要担心说什么，或是怎样对答。那个时候，上帝指示你们该说的话，因为你们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，而是你们的天父的灵借着你们所说的。兄弟要出卖兄弟，置他们于死地；父亲也要这样对待儿女，儿女要跟父母亲作对，并且害死他们。为了我的缘故，大家要憎恨你们，但是那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他们在这城里迫害你们，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城市，人子就要来临。这一段经文所谈到的就是犹太人家内的宗教改革，因为福音在传统的犹太教
文化当中引起的一种质变的影响。记得保罗他提到自己使徒的身份，他在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的书信当中，他这样说道：但是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领袖，他们地位高低我不在乎，因为上帝是不以外表来判断人的。我是说，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给我什么新的指示，相反的，他们看出上帝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任务交给了我，正像他把传福音给犹太人的任务交给了彼得一样。因为上帝以他的大能使我成为外邦的使者，正像他使彼得成为犹太人的使徒一样。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。彼得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就是当时候受耶稣基督所差遣的12使徒们，这样的一个使徒传统。保罗则是受差遣前往外邦地区去传福音的使徒，这是他或是说他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差遣。诗篇86篇第11节到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我要顺服你的真理，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一心颂赞你，我要永远宣扬你的伟大。你对我的慈爱多么浩大，你救我脱离死亡。上帝啊，狂傲的人前来攻击我，凶残的暴徒要杀害我，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求你顾念我，怜悯我，求你赐力量给我，拯救我，因为我像我的母亲那样侍奉你。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示你的良善凭据，使那一些憎恨我的人惭愧，因为你帮助我，安慰了我。基督徒与以色列人一样，都蒙受上帝的恩福，也同时领受上帝的呼召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来服侍人，来荣耀神。我们需要学习成为一位忠心于呼召使命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